Hello，大家好啊！今集咧繼續同大家跟進翻混血肥仔呢一單嘅花生案件啊，事情嘅發展咧真係一集比一集精彩啊！上次咧就講到咧阿波叔爆料，踢爆咗呢個混血肥仔咧唔單止偷食咁簡單啦，仲涉嫌家暴啊！而今個禮拜呢兩日咧劇情又有突破性嘅發展啦，女主角之一嘅丁丁咧親自出手挑起呢一個嘅戰火啊！咁究竟係咩一回事呢？先同大家簡單重溫一下人物關係先啦。混血肥仔呢一個曾達恩呢係網台 BBO 嘅創辦人，前妻呢係千惠子，而丁丁啊原名呢就係丁彥君啊，依家個名呢就叫做丁簡啊，應該係讀就係嗰位呢俾人話係第三者嘅 BBO 嘅前主持。咁舊年2月咧，呢個混血肥仔咧俾人踢爆背妻偷食呢個丁丁啊！佢當時解釋就係話咧，已經同前妻咧簽咗分居協議書，又話自己係分辨之後先同丁丁咧互相了解，但係最終咧就冇成為情侶嘅。咁但係呢個講法咧好快就穿咗煲啦。同年6月咧，有 YouTuber 嘅影片咧意外影到咧混血肥仔同呢個丁丁咧一齊響越南出現。事後咧呢個混血肥仔咧仲死撐話係幾個朋友一齊去，唔係得佢兩個。咁而丁丁當時就出文話咧，自己咧經歷緊人生嘅低潮，學緊咧做幕後啊，又話多謝咧朋友嘅幫忙喎。偷食咧風暴之後啊，丁丁仲火速改名咧，意圖轉運啊。舊年咧6月咧開始慢慢復出，不過出文咧就唔係話好頻密啊。復出以嚟咧出文都唔夠10次嘅。咁時間咧跳到今個月月初3月10號啊。丁丁咧就高調咧向呢一個社交平台宣布同另一位都係出身 BBO 嘅港大女神合作啊，一齊經營一個新平台叫做 B2 Break the Boss 啊，話逢星期二出面啊，似乎咧係想咧強勢回歸幕前啊，亦都可能咧係見呢個丁丁想復出啊，仲要咁高調啊，咁張揚啊，千惠子咧終於出招出手，佢響自己 IG 咧出咗個限時嘅動態，貼咗一張咧佢同丁丁嘅一個 WhatsApp 嘅對話截圖啦。咁呢一張圖一曝光即刻引嚟咧全城嘅熱話啦。咁究竟呢一張圖裏面咧，丁丁同千惠子講咗啲乜嘢呢？咁根據新聞嘅資料咧，呢段對話咧係發生響2024年嘅12月啊。作為一個第三者，呢個丁丁咧竟然夠膽主動咧 WhatsApp 人哋個老婆啊，仲要咧講到句句有骨啊。丁丁咧就同前妻千惠子咧講啦，我都知道咧你唔識我啦，一定咧會對我有啲咩誤會啦。我都知道咧你發生咗一啲唔開心嘅事情啊，一定咧會想咧揾個人去怪責下。因為咧冇人想咧承認咧婚姻失敗係自己嘅錯噶嘛。佢仲話我亦都唔知可以點樣向你證明我冇意圖咧去影響你哋任何嘢啊，甚至咧冇興趣問你哋之間嘅嘢啊。跟住仲拋低一句咧更加挑釁嘅說話，喂，其實你在乎嘅點喺邊度啊？你究竟係想件事爆啊，定係唔想件事爆呢？你想件事爆，有人譴責我哋，但係又擔心爆咗之後又冇咗個收入來源啊？呢樣嘢咧你真係要好好討論一下啦。大家聽到呢一度咧，係咪覺得非常之離譜啊？一個作為第三者竟然咧夠膽咧走去同呢一個嘅正妻呢個前妻咧講呢一啲咁樣嘅說話啦，去到諷刺人哋嘅婚姻失敗咧係自己攞嚟嘅，仲要質疑人哋咧係咪因為擔心冇咗收入來源咧先唔敢爆料？喂，呢種心態咧真係唔知佢點樣諗出嚟啊！千惠子咧貼咗呢個對話嘅貼圖之後咧，仲喺下面寫咗句由當初直到依家咧，我唔接受任何金錢威脅去包庇任何唔道德嘅行為，呢個係我作為母親嘅倔強同埋責任。我努力咧生活工作去揾自己嘅出路，唔使討論啦。呢句說話咧擺到明咧就係回應緊丁丁對話入面嘅暗示啦。因為之前咧一直有個講法就係話，千惠子如果搞到混血肥仔冇公開咧，冇咗收入咧，自己都會冇咗贍養費嘅。咁但係千惠子咧用行動證明咧，佢唔會因為錢而屈服啦，唔會收錢撳聲嘅，更加唔會包庇任何不道德嘅行為啊！呢份硬淨咧真係咧值得咧 respect 啊！咁翻查翻之前嘅新聞咧，千惠子喺呢件事入面咧，其實一直表現得咧好堅強噶啦。響呢一個混血肥仔被傳家暴嘅罪成之後咧，千惠子曾經出過一篇嘅長文入面有幾句說話咧都令人印象深刻啊！佢就話啦，過去1年多咧確實經歷咗好多困難而呢啲事情咧直到依家咧仍然咧未完全過去。坦白講，呢一切咧對我造成咗好深嘅傷害，每日都好努力咁咧從井底一點一點咁向上爬，而呢現實同埋各種壓力咧又一次又一次咧將我拉翻去，反覆循環。好多時咧都覺得自己咧幾乎咧承受唔住但佢最後都話啦，公義經常遲到，但係至少咧佢冇缺席。
呢句説話咧，依家睇翻咧，真係咧非常之有聲啊！咁喺上一次嘅影片都有講到啦，因為阿波叔嘅爆料咧，就得知咗咧呢一個混血肥仔咧有家暴呢一個嘅罪行啦。咁原來波叔咧仲爆咗一個咧非常之震驚嘅細節啊！佢就話啦，混血肥仔咧坐完臭格第二日放出嚟咧，第一樣嘢咧唔係慰問下兩個女啦，因為佢有2個嘅小朋友啊嘛。而係叫佢個 friend 咧去佢屋企咧攞翻部 PS5，等佢可以繼續打 FIFA 喎。哇！呢個咧真係完全暴露咗一個人嘅本質同埋佢嘅優先次序排序嘅一個問題啊。咁講翻呢個丁丁啊，其實佢嘅感情觀念咧，以前咧都唔係冇討論嘅。早喺呢個2022年咧，佢上呢個 ViuTV 節目嘅時候咧，已經分享過自己嘅戀愛史啦。佢自爆咧，同3位前度同當時嘅男友咧都係咧籃球界嘅人士啦。而且全部咧都住喺上水啊、粉嶺北區啊，而且4個人咧係互相認識，仲試過同一場比賽入面咧同框出現啊！哇！呢一種咧前度門同場嘅經歷咧，哇！嗰陣時連個主持咧都 O 晒嘴啊！咁當時個主持咧就問呢個丁丁啊，係咪對籃球員咧情有獨鍾啊？咁而丁丁就回答啦，話覺得咧話做運動嘅男仔咧比較單純，淨係顧住打波咧好熱血，可能啲人咧會覺得好傻，但係就係因為呢份傻咧先吸引啊。咁但係如果丁丁真係中意單純啊熱血嘅運動員咧，咁點解又會同呢個完全唔係運動型嘅混血肥仔咧有關係啊？呢個問題咧真係咧要留翻俾大家思考一下啦。咁依家呢件事咧發展到呢一度啦，混血肥仔呢個形象咧幾乎破產咁滯啦。BBO 咧已經出聲明咧同佢割席噶啦。咁大家都知道啦，BBO 咧就係混血肥仔創立嘅。咁自己同自己割席嗱，感覺就有啲奇奇怪怪啦，係啦。而丁丁咧本來咧改名想洗底復出啦，仲諗住咧同人合作東山再起啊，點知咧一宣布復出啊，千惠子咧就出咗呢一份嘅對話嘅 cap 圖。將佢嗰種囂張嘅真面目咧公諸於世啊！話呢鋪真係咧白紙黑字，有圖有真相啊！走都走唔甩啊！千惠子嘅做法咧聰明在於咧，佢唔係一次過咧將所有嘅事情爆晒出嚟啊，而係選擇咧喺呢個適當嘅時機啊，先放適當嘅料出嚟。你唔知佢仲有咧幾多證據揸喺手啊？可能咧隨時都會再出招嘅。呢一種咧等敵人以為冇事先慢慢收網呢一種做法咧，真係咧高明啊！至於呢個丁丁啦，我覺得佢最錯嘅地方就係咧，唔係在於咧佢同有婦之夫咧有感情嘅瓜葛啊，呢啲感情嘅事咧，其實外人咧好難去到評論嘅。佢最錯嘅係咧做錯事之後啊，唔單止咧冇任何嘅反省啊，仲要咧懶係醒咁樣咧走去挑釁人哋嘅老婆啊，寫埋啲咁樣嘅説話俾人啊，呢種咧自己以為好醒嘅心態咧，先係最致命啊！你話如果佢低調啲啊，靜靜雞咁復出咧，可能件事慢慢過去咧就完結㗎啦。但係咧佢偏偏咧要懶係醒咁樣，結果咧搞到依家咧呢個對話 cap 圖一流出，大家對佢嘅印象咧仲衰過以前。之後仲會唔會有啲咩花生咧？就要睇下咧其他人咧有冇啲咩證據喺手啊，再公佈喺呢一個嘅台面上俾大家觀賞下呢個花生如何啦。OK， 咁今次呢條影片咧就講住呢度先啦。咁中意嘅話咧記得撳個免費嘅訂閱頻道，再見。